如果姊妹你想入手人生中第一條翡翠手鐲，但係預算又好低嘅情況下，應該點揀啊？呢條視頻話你知，就好似呢幾條手鐲咁，我俾姊妹們睇睇。呢條係與眾不同嘅情緒冰飄花手鐲，唔單止有情緒溫柔甜美，仲兼具飄花嘅貴氣靈動，膠潤感十足，底子乾淨無面。呢條係帶住少少飄花嘅羅冰白月光手鐲，乾淨通透，水頭足，玉質老，勝過羊脂白玉，搭配上飄花，三者結合得恰到好處。呢條係人見人愛嘅羊綠白底青飄花手鐲，當白底青嘅綠色化成羊綠飄花出現喺手鐲上嘅時候，佢有幾靚已經唔需要我多講啦。呢條係羅冰牛奶底飄花手鐲，底子就好似香濃嘅牛奶般，又冰透又膠潤，飄花帶住淡淡嘅山水意境，靚得毫無壓力，直頭係完美主義者嘅性價比首選。呢幾條手鐲全部都係放流噶，如果你以前都冇買過手鐲嘅，我就按批發價俾姊妹們，就當交個朋友咯。中意嘅就留個圈口俾漣漪啊！